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初10，诗篇99篇50安尼讲：着尊崇上主，咱的上帝。伫伊脚点的头前跪拜，伊是至圣。三甲来祈祷，愿要尊崇甲跪拜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、管理世界万物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世上的列国拢着你来唱歌，愿一切有气势的，拢吟诗来学罗主。主啊，世人袂话学罗你，落到静静的所在的，也拢袂。总是愿要学罗主你的名。对一时到永远。主啊，你是应该学罗的，因为你是救阮的上帝。主啊，全地拢要向你出欢喜的声。拢要出大声来欢喜唱歌，学罗你的名。主啊，愿要尊崇上主，阮的上帝，伫你脚点的头前跪拜。因为你是至圣，你是至大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